第八段，嗚呼！生前既不可想，身後又不可知。嗚呼！感嘆詞，唉！生前既不可想，生前就係呢一個活着時候，活着時候嘅事情。不可想就係不可以想像，不可想像。然而身後嘅事情又點樣呢？死後嘅事情又不可知，無法知道。哭雨既不聞雨聲，電雨又不見雨食。哭雨向你哭，既不聞語言，既聽不到語言，就係你嘅回話。電雨祭祀你嘅時候，又點樣呢？不見雨食，看不見雨食，就係你嚟食呢啲祭祀嘅食品。子灰飛揚，朔風野大，阿兄歸矣。子灰就係呢一個子前嘅灰燼，飛揚，飛揚着。朔風指嘅係呢一個北風啦，北風野大，喺呢一個曠野上，大就係顯得更大。阿兄歸矣，我要回去了。遊屢屢，回頭望雨也，嗚呼哀哉！遊屢屢指嘅係我走嘅時候，仲點樣呢？還時不時，我走嘅時候還時時回頭望你啊！嗚呼哀哉，嗚呼嘆詞，唉，哀哉，悲哀啊！